来测试1、2、3。来黑色，黑色，黑色。蓝色，蓝色。来测试这次大声一点点，这次1、2、3，1、2、3，再高一点。1、2、3，这次好像声音比较小。来1、2、3，好，可以。来诗会哦，诗会，来。来，主席，主席，那个。
再次来，地方。
亲爱的兄姐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个会当三个做伙组织来敬拜阿拉上帝。我嘛真感谢上帝，伊会听看顾咱每一个人。咱会当遮尔有福气，会当坐伫遮，也是伫线顶敬拜上帝，就是咱有主耶稣。咱即时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怜悯阮，拣选阮诚侪你的儿女。阮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上诚侪阮的愿望甲快乐。阮嘛要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互阮有你的疼来吸引，互阮会当有你的面光照阮，互阮伫圣神的引带内面，深深来体会你的恩典。感谢主，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的圣日会当看到大家，互咱会当伫主的内面会当伫遮同齐来敬拜主吼。咱每礼拜提升，咱提升来练今仔日的诗吼。请咱掀开199首，199首。主啊，写人画通架骹。请咱看下面吼，迄个正边下面诗篇15篇第1节到第5节，这都是伫个诗篇15篇。完完全全共款，第1节、第2节，一直到第5节，完完全全是这诗篇的5节。吼，诗篇15篇嘛是敢若5节尔。所以咱今仔日若甲这唱完，就是咱读一篇的圣经啊，吼。若会当家背起来是上介好哦，吼。来，咱来主啊，写人会当加5节拢来唱哦。主啊，写人画通架骹，中天你的保命，一大上帝你的线索，写人画通徛起，就是所行坚定的人所追。是公义，你心内所想的，讲出诚实真理。好，请咱休困一下吼，请咱来看第3节，以无用智来加武人，吼，这叫做加武人。第4节，发出咒诅，随受揭开。揭开就是敢若吃亏啦吼，随梦食亏也无变换摇动，咱对上帝听吼。好，第5节，即号的人得主能力吼，伫遮爱讲能力吼，咱唱能力好。来，咱为个第3节开始来。一把眼睛来个不能不夸开百遍有，一对主笔不切康邦，不修白不完修，
好，请咱过来掀开157首，是咱即个月的月圣诗，154首。因为咱这已经唱过第2礼拜已经唱过吼，所以咱唱第1节就好吼。我希望求主耶稣，因为最后默默心光和无犯罪，连我那是基本爱的前期的罪作。我罪过世间，是对基督的宝贵的雕塑最佳选。咱踮伫有罪的世界，咱若无时时来警醒，求上帝来引带咱。伫世间的逐骹步，咱就真容易互罪来引诱吼。这首的诗歌是安尼吼。咱过来唱主的基督文，主的基督文，咱大家拢足熟主的基督文吼啊。但是较毋捌用唱的来唱这首诗歌吼啊，因为圣乐队吼，阮拢有唱过啊，圣乐队嘛真熟吼，所以咱请第一遍，咱请圣乐队带咱。同齐来唱一遍，互大家听。后边咱会使用祈祷的，咱嘛会使用唱的哦，吼。我的天你的悲，管你的名声，你的高临高，你的旨意的家。的对你，亲像的天你，阮的日时，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赦免辜负我的人，我的错我。的情，丢给宽大的迄个怕耶，因为高宽严格，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请咱来一同齐来唱。因你的悲，愿你的名声，你的高临高。的旨意的家的对你，亲像的天你，阮的日时，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赦免辜负我的人。错我入的情，丢给我拖的迄个怕耶，因为高官严格，拢是你所有，代代各一遍。阮的天你的悲，阮你的名声，你的高临高。你的旨意的家的对你，亲像的天你，阮的日时，今仔日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赦免辜负我。错我入的情，丢给宽大的迄个怕耶，
代代无尽。请咱闭眼心来做礼拜。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穀发芽，园怎样互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也要安尼，互公义甲恶路发生伫万国的面前。请咱即时来吟圣诗157首，圣诗157首。我心无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半。爱得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惠得到赎罪成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用《使徒信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咱看要看荧幕，也是咱的周报内底嘛是有。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入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道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的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请咱掀开启应文，圣诗的后面启应文38篇，请咱同齐来看，同齐来启应。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生有时，灾情有时，哭有时，哀伤有时，东房有时，亲热有时，超车有时，保存有时，疼有时。静静有时，疼有时，战争有时。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甲永远。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99首。圣诗199首。主啊，啥人会通寄脚？主啊，啥人会通寄脚？踮伫你的步边，至大上帝伫你的圣山，啥人会通徛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啊，啥人会通寄脚？踮伫你的步边，至大上帝你的圣山，啥人会通徛起？就是所行前的力量，所做也是公义。你心内所受的福，讲出诚实真理。你把眼睛来甲无人，无歹款待朋友。伊对慈悲无切空无，无想要无冤仇。伊的目睭看轻为泪，不痛的人。我出就转随时去归，也无要我摇动。伊愿将人无为理想，无想爱无对谈。只好的路地主怜悯，永远经过主宰。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我乐愿伫天年的大主宰，你是全能的上帝，
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你掌管万项事，万物出伫你，也归伫你。感谢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会当享受即份的福气。感谢你带领阮经历人生最最该赞的体验，愿圣神的引带会当进入阮的心。伫每一遍的经历中间，哪来哪顺服，哪来哪认捌你是大疼痛，永远袂改变的主上帝。伫即个进步随时在改变的世代，做这事，互阮袂忽略清楚明白，真紧着搁改变的世代，阮更加需要主你来引带，来敲找甲主结连的一关系，互阮无互这世上的事来逼迫阮，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中会当找到原来你为阮所创造的我。主你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耶和华上帝。你才是阮的帮衬，才是阮的仰望，恳求你来帮助阮。无论阮即马是咧经历甚物代志，迄检测是欢喜，还是艰难，还是伫安逸的晚年，阮拢需要主耶稣你的听。求你互阮会当来挖靠你，会当来挖出有仰望、有喜乐的生命。今日的世界是地球村，是多元的世界。阮会当自由来往，体验无同款的文化，欣赏别人的优点，嘛会当来包容彼此的缺点。台湾是你所创造多元，阁是丰富的文化，是极其水，阁受你祝福的所在。过去你怎样来听这个土地，甲这个百姓？相信你将来也要安尼来听台湾。你是丰盛阁有慈爱的主，求你来怜悯阮的欠缺，用你的活水泉来流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来更新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你下用的器具，为着我，为着我的家庭，为着你的教会，阮拢会当成做福音的出口。阮为着久久袂当来到阮中间，来到阮同齐伫遮来敬拜的兄弟，阮来祈祷，恳求你来安慰、看顾因的身躯也是心灵，互因会当明白，因无孤单，主你永远甲因同在。阮中间的兄弟，嘛有侪兄弟姊妹，身躯软弱，也求主你来医治、看顾因，互因伫累志的时阵，伫艰难中间，拢会当看见主你，互因会当得到遮的仰望。阮今仔日主日学的校长陈刚，因出外去到伫金山，求主你来保守因出入拢会当得到平安。阮安尼同心伫主你的面头前，安尼来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创世纪21章
若要看圣经是伫旧约19页，也是咱同齐来看音幕吼。创世纪21章，咱要第一个是看第5节到第7节，续落到14节到18节。来，我来读，请咱来看。伊的囝以撒出世的时，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讲：上帝互我欢喜笑，囡仔听见的要甲我同欢喜笑。佫讲，治水为大仙家。亚伯拉罕讲：撒拉要互婴仔顺灵，因为伫伊年老的时，我甲伊生一个囝。各位14节，亚伯拉罕早早起来，摕饼甲一批大的水，互夏甲下伫伊的肩头顶，连囡仔煞甲伊去，伊就去到别是巴的旷野，就行无路。批大内的水用了，夏甲就甲囡仔放伫细丛树骹，本身行开约略，作一支尖的远，三对面在讲：我毋忍看囡仔死，就面对面坐，出声大啼哭。上帝听见囡仔的声，上帝的使者对天呢叫夏甲讲：夏甲，你有啥物代志？毋免惊，上帝已经听见囡仔伫遐的声，起来，也互囡仔起来，牵伫你的手。我要互伊成做大国。咱看上帝话到遮，只是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这首诗是第178首。
这是请柯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真做大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伫即个节期的中间，天气咧变化的内面，你犹原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伫你的恩典的内面，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这时刻，阮自责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圣神亲身引带阮，互阮会当对你的话语中间来领受你的祝福，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根基。愿主引带阮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伫创世纪21章开始咧讲亚伯拉罕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的阶段。咱咧回想，当亚伯拉罕对75岁迄个时刻，伊为哈兰迄个所在离开。伊开始行往上帝呼召伊的这个旅程，伫这过程中间发生了一寡代志。当亚伯拉罕伫99岁的时阵，上帝向伊讲伫明年的这个时间，你的太太撒拉会伫迄个时刻为你生一个后生，你要将这个囡仔的名号做以撒。亚伯拉罕经过这个长长的旅程，伊阁经过这个时间的等待，上帝所应允的代志，一直伫这个时刻要来实现啊！亚伯拉罕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伊总算等到这日要来临。伫这么久的时间的内面，其实咱看到上帝不断咧调整亚伯拉罕。所以当亚伯拉罕伫100岁时阵，上帝所赏赐的以撒出世啊。当这个时刻，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进入到一个真水的结局啊吗？伫这个时刻，亚伯拉罕敢真正完全来相信上帝啊吗？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其实咱每一天，也是讲咱每一个时刻、一个时间的内面，每一礼拜，咱讲敢若真固定，真有一个次序咧过咱的生活。咱早起来，咱到暗时，咱为礼拜拜一拜二，一直到后一礼拜。可能咱咧做的代志，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拢是同款，咧轮回咧进行着。上班、下班，等于厝诶休困。伫这个过程中间，我毋知咱敢有去找求过上帝应允，咱敢有去了解讲上帝对咱个人的应允是甚物呢？有可能咱拢一直找袂到，有可能咱拢看袂到上帝应允真正要来到咱的身躯顶。所以，当咱一天搁一天，一礼拜搁一礼拜咧过的时阵，咱伫咱的工作，咱伫咱的婚姻，伫咱的家庭，伫咱甲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咱所看重的迄个财富，至到甲上帝关系的内面，上帝应允到底伫倒位咧？其实，伫咱内面所想的，咱的欲望的内面，其实咱常常咧讲上帝，你的应允伫倒位？不过，敢若咱无伫上帝应允的内面呢？咱所求的、咱所想的，咱敢若拢无伫上帝要互咱的呢？那呢？上帝无要互咱的遮个清单的内面，咱要安怎来看到上帝应允？也是讲，咱敢真正确实知影？上帝要互你的应允的内容呢？伫亚伯拉罕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亚伯拉罕真清楚知影上帝所应允的内容，因为上帝一届搁一届咧甲伊讲，而且每一届咧甲伊讲的时阵，拢搁较清楚，拢搁进一步互伊当了解。
所以咱看亚伯拉罕离开故乡，伊到上帝爱伊去的迄个所在。上帝讲：我要互你有真多的囝，真多的孙，要互你真做大国的即个开始。亚伯拉罕带着上帝即个呼召向前行。然后上帝带着亚伯拉罕去到外口，看到迄个满天的即个星星，讲迄个天顶的星，亲像你的子孙遐尔啊多。煞只上帝阁甲亚伯拉罕讲：我甲你改名，改做对亚伯拉罕改做亚伯拉罕，是因为上帝要互伊真做侪国的爸，要互伊的子孙极多。上帝阁应允伊讲，迄个内容真清楚，讲你的后嗣要对你开始，有君王要对你来出的。然后咱看到伫即个时刻，亚伯拉罕100岁啊，会当承接亚伯拉罕的即个产业的，是对撒拉所出的即个以撒，毋是进前甲夏甲所说迄个以实玛利。这一切拢是上帝亲身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所以当亚伯拉罕100岁迄年，上帝应允实现啊！耶和华上帝照着早前对撒拉所讲的迄个应允、迄个承诺，讲要互你有一个囝，伊祝福互伊。但是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其实因知影伊已经年老啊，因知影伊已经过了即个会生囝的即个年龄。所以，当上帝咧应允伊的时阵，伊头前还搁咧怀疑，讲我要怀孕生囝，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不过，上帝实现了伊对撒拉的应允，互伊怀孕生囝。当亚伯拉罕100岁时阵，这个囡仔真正照着上帝所定的这个时间出现。这个应允亚伯拉罕等偌久？等25年。为75岁出哈兰，一直到100岁，上帝应允袂空空。上帝应允是照着上帝所计划的时间。以撒出生啊！对这个时刻开始，上帝对整个人类的计划，因为这个囡仔的出世，准备进入到后一个新的旅程。亚伯拉罕遵探着上帝的吩咐，把这囡仔号名叫以撒。这个名是上帝早就启示予亚伯拉罕的。所以当以撒出世了后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规定的这个礼仪，这个以撒行割礼。这个割礼是上帝甲犹太人之间的这个记号。割礼表明这个人属于上帝。这个割礼约是对亚伯拉罕直到亚伯拉罕后代到永远拢有效的。这个是一个约。所以当撒拉伫这个时刻，伊回应上帝应允，因为以撒的名伫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笑，是一个笑的意思。所以以撒的撒拉就讲：耶和华上帝互我真欢喜快乐的笑出来，是因为上帝赏赐互我一个囝。毋但安尼，伊阁讲听到这个事的人，嘛要甲我做伙来欢喜。撒拉伊知影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伊煞只讲，些人会当大声看到亚伯拉罕，会当大声对亚伯拉罕讲，我的某伊要养饲一个囡仔咧。当时因阿某两个，拢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互因伫即个时刻年老的时阵，互伊生一个后生。阿某真欢喜快乐来迎接这个囡仔的来到。以撒是带着犹太人
要延续到后代一个希望来到这个世间。所以对亚伯拉罕甲撒拉来讲，这是一个新约，是一个无违反自然的一个囡仔来到。所以以撒的出世是上帝信息来回应伊的应允，嘛是互亚伯拉罕无阁有怀疑的想法。撒拉笑啊，是因为上帝互伊对伊的内心中间真欢喜来笑出来。所以照着上帝唯一的这个规律，上帝拍破人对迄个无希望、袂当生的这个观念，来拍破这个观念，互人有一个愿望伫这个所在。撒拉充满着欢喜的笑容，就是咧结束头前伊真忧伤，伊也是讲伊咧啼哭，也是讲伊咧等待时的迄个无相信。以撒的出世，正做圣经内面代表上帝信息的一个模范，也是因为以撒所带来这个真 surprise、真互人意外、互人感觉无可能的内面，互犹太人的命运会当继续伫上帝计划内面来行。各位兄弟姊妹，头前牧师咧问讲，上帝对你个人的应允是甚物呢？有人讲应允可能哇，这个真歹去理解。那呢，咱换一个词，你的梦想是甚物？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呢？在你的这个梦的内面，你的这个梦想的内面，有倒一寡是已经实现啊？可能你即马咧想，可能有人的心内会讲：啊，我想的吼，迄拢未实现，因为迄拢伤难啊，足困难的。那呢，你敢有一寡会当较容易去达到的即个目标咧？那亲像现代可能已经无少年的少年人，因咧讲的小确幸，你的小确幸是甚物咧？有的人会甲牧师讲，就是食一顿好食的食物，我就感觉真满足啊！而且我去买一寡细项的物件，我去菜市仔踅一轮，有赶到2项物件转来，我就足欢喜的啊！也是去听一场音乐会，我的心灵伫迄个音乐会内底，我得到头棒，啉一杯咖啡，会感觉讲哇，足好的，足香的。也是，咱讲我出国出去佚佗，去郊外行行的，咱会当对咱生活中的食啦、穿啦、旅游啦，各方面，会当互咱暂时得到即个真棒轻松，互咱会当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当迄个时刻，有人讲。迄就是小确幸，迄就是伫你的心内，你得到满足。伫咱的生活内面，其实就是用这种一点仔这种小确幸，咱每一个人讲，我生活了真幸福的这个感觉，就互建立起来啊。就会感觉讲，我的生活内面，我充满着喜乐。不过，这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有可能是你的时间，有可能是你的金钱。但是安尼，敢有法度就真正满足啊吗？咱每一个人，咱拢是军队耶稣的人。拄则咧讲的这个小确幸，是咧建立，这个建立的是徛伫外口遮的物质，伫遮的环境的内面。咱的小确幸建立起来啊！总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咧认真去思考的是，要安怎才有法度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呢？这平安甲喜乐是用人、用物质，也是环境来建立的吗？
也是遮个拢无法度来帮助咱的。伫有人讲美梦成真，那呢，咱所伫咱的心内迄个梦是甚物呢？这个梦是建立伫甚物款的基础的顶面呢？当阿伯拉罕、撒拉已经得到上帝所应允的这个囝了后，应允要成做这个大国、这个承诺，伊要实现的时阵，这个应允其实要有一个时间，要成做侪国的爸，落来等到伊的囝有侪囝孙了后，伫真侪年以后，上帝予伊的应允一定会实现。我想伫咱教会内面，咱有侪人，你有真侪的亲情。落我去想到，台湾伫过年的时阵吼，拢有出现一个新闻，每一年可能拢无共款。就是讲有一个所在，因咧即个过年的时阵，偌侪人咧聚集，也是讲清明咧扫墓的时阵，哇，迄个所在为着要祭祖，所以呢，几落千人。这毋是一时就会当产生的，侪囝孙。这个时期，阿伯拉罕的阿母，伊已经会当开始想象啊，因为这是上帝应允，伫这个时期要开始，伫将来伫逐所在，拢有因的囝孙。上帝已经真明确甲阿伯拉罕讲，只有对撒拉所生的以撒，才是将来要伊是这个继承阿伯拉罕产业的人。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伊无法度成做你的继承人。所以当以撒渐渐大汉，伫以撒长龄的迄个时期，迄天阿伯拉罕因摆设宴舍，真丰富、真青草来招待人客。这个是伫古早的时阵，因为囡仔、红孩仔迄个死亡率真悬，所以当囡仔咧长龄的时阵，这个家族会摆设宴舍，表示一个真欢喜以及感恩。欢喜感恩是因为这个囡仔真平安经过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所以伫迄个时阵，囡仔长龄差不多伫2岁至3岁这个中间。那呢，以实玛利伫迄个时期，差不多伫15、16岁迄个年龄。迄是因为圣经有记载，当阿伯拉罕99岁受割礼的时阵，以实玛利迄个时期13岁。所以咱会感觉讲，13岁已经是大人啊。伫当时的人来看是安尼，但是为什么确定啊？咱看到故事的内面，却写到伊是一个囡仔咧？这个故事演刷咧看的时阵，是有一天，以撒甲以实玛利做伙咧佚佗的时阵，撒拉看到以撒甲伊做伙，看到以实玛利当咧嬉笑，就是真欢喜快乐伫遐咧笑。这个所在有时咱感觉讲，两个囡仔咧耍咧笑是真正常的，但是撒拉却毋是安尼咧想。伫这个所在，伫传统的理解甲解说是安尼认为以实玛利伫迄个时阵咧佚佗咧笑咧取笑的对象是以撒，所以这个动作咱会当看做是，敢若咧对以撒一个霸凌、一个戏弄、一个滚孙笑，拢有可能。但是伫另外一个翻译本74译本内面讲，会当真单纯来看做是因两个人咧做伙佚佗。一个马索拉译本嘛是咧解说讲，有可能是以实玛利伊家己真欢喜快乐、真自在，家己咧佚佗。不过，撒拉却毋是安尼想，伊认为这真欢喜咧笑，
毋是一个努力应该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互伊有一个意识讲，伊西玛利可能无认为家己是一个努力的身份，所以将来会威胁到以撒的一个继承的权利。伫当时的人，伊若有某甲伊的即个使女吼，就是夏甲所生即个囡仔的时阵，伫当时的文化内面，你讲即个老爸若过身了后，无论是倒一个所生，拢会当分到伊的产业。迄个继承的迄个次序是撒拉的囝先继承，过来才是夏甲的囝才法度继承。假使即个老爸若无爱互夏甲的囝会当分到即个产业，就爱互因母囝离开，互因自由，互因无阁有迄个努力的即个身份伫的。那呢，夏甲的囝就失去即个继承的即个权利。因为即个背景，互撒拉就对亚伯拉罕来要求伊将夏甲甲以实玛利赶出去，互因自由，互因离开即个家庭。因为安尼将来才会甲伊的囝以撒做伙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这件代志嘛，互亚伯拉罕真伤脑筋，因为这两个拢是伊的囝。上帝伫即个时刻，甲亚伯拉罕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囝甲夏甲的代志来操烦、来挂心，爱伊照着撒拉的话去做，因为对以撒所生，才会当称作是你的后嗣。若是以实玛利，上帝嘛要互伊成做一个国。伊的后嗣会成做一个民族，因为伊是你的囝。上帝搁一摆亲身来对亚伯拉罕讲，所以过当讲一早，亚伯拉罕就下甲一寡食米，一批大地的即个水，将因母仔囝送走。下甲其实伊知影。有一天一定会行到这个地步，所以伊只好离开，伊行往这个旷野。伫迄个旷野内面，伊找无方向啊。迄个时阵，圣经讲伊的水已经啉了啊，伫当地无水是无法度活落来，所以就将这个以实玛利放伫一丛树仔下骹。甲伊有一段距离，坐咧咧看即个囡仔。夏甲伊的心，一个做老母的心，其实伊真白白，因为无水啊，毋那是伊无法度活落去，伊的囝嘛无法度活，所以伫迄个所在真伤心，流落目屎。上帝看到、听到伊的声，伊就问讲：夏甲，你为什么操烦呢？你毋免惊。上帝已经听见迄个囡仔的声，即个囡仔的声其实就是咧讲以实玛利，因为伊的原文的名就是听见。上帝继续对伊讲：你爱起来，你爱将即个查甫囡仔扶起来，你爱用手来坚固伊，我要互伊的后代成做大国。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的囝要成做大国。伫头前咧讲的时阵，无讲是倒一个。上帝后来对亚伯拉罕所讲的内容是：你要成做最国的爸。伫即个时刻，上帝对夏甲讲：你的囝要成做一个大国。这个是上帝对夏甲所做出的应允，这是上帝要赏赐祝福，互以实玛利一直到伊的后代，互伊的子孙会当成做大国，嘛代表着有一个丰盛的恩典要临到因的身躯顶。所以当上帝亲嘴咧对亚伯拉罕讲：以撒是你唯一的继承人的时阵，
嘛讲以实玛利是你的囝的时，我会予伊的后代成做大国，代表着亚伯拉罕两个囝，拢领受对上帝遐来的祝福。无共的所在是，以撒毋但是要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伊是要成就对亚伯拉罕遐来应允的人以外，伊阁派着爱互犹太人来信靠上帝，这个历史的传承的责任。撒拉用人的眼光来看伊的囝要继承产业的这件代志，伊用人的方式将以实玛利排除在外。虽然这段故事是要讲到以撒咧继承的这个真正统的故事，总是这个故事是要讲对亚伯拉罕的世代进入到后一个以撒的世代。伫经文内面真详细地描写着讲，上帝关心以实玛利。虽然上帝予以实玛利的应允，无亲像予以撒的应允遐尼啊完全，但是咱袂当去否认，迄嘛是一个真袂歹的应允啊！上帝袂因为咱每一个人，咱的身份，也是讲咱的地位，也是讲咱的即个所读的即个册有偌济，上帝予咱的应允有迄个差别。无，上帝是要关心咱每一个人。所以当以撒出世，夏甲带着以实玛利离开了后，经文后壁有记载一段，阿比米勒来到伊的中间，这个王要求亚伯拉罕爱咒詛，保证伊会好好来对待王的后代。这个要求应该是甲亚伯拉罕伊一天搁比一天搁较强有关系。所以当亚伯拉罕咧同意的时阵，嘛为着伊所学迄个水井，伊要求阿比米勒王，因为伊的老婆咧强占的即个水井的问题，嘛爱伊来救抓，来解决因咧雇养饲养的即个需要，即个水所引起的即个纷争。咱翻头来看，当亚伯拉罕甲撒拉一路行来，伫因还未看见，还未看见、听到、经历到以撒出生的即个事实进前，直到伊伫即个路程中间对上帝即个应允有怀疑，伊无确信上帝真正会实现伊所讲的话，但是因犹原照常对头前来行因的旅程。伫即个过程中间，我想我嘛看到因翁仔某的经历，互因愈来愈相信上帝。因为伫每一届的事件的内面，因拢去经历到、去看到上帝看顾甲保护。所以亚伯拉罕对家己真正相信上帝这件代志，我想伊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伊知影，伊相信伊的道路伫上帝的手中。未来上帝应允，以及上帝甲伊所立的这个约，拢一定会一个一个来实现。今仔日，咱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是讲伫咱这个世代的每一个人，咱对上帝是无法度完全真正来了解，因为上帝所行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代志，上帝行代志的这个咱讲说上帝的行事风格，其实对咱来讲拢是一个奥秘。因为上帝应允实现的迄个时间，嘛毋是用咱人所知即个24点钟、一礼拜7天、一个月、一年来计算的。所以，当咱无法度了解上帝奥秘的代志的时阵，咱所爱做的代志，就是单单相信，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伊的话语，伊对咱每一个人所做即个承诺。
伊互咱的即个应允。当咱单单相信，能够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阵，当咱有行偏错，我相信上帝调整咱所行的方向，互咱会当行伫伊为你甲我所备办的道路的顶面。无论咱即马咱的年岁是偌济，咱是亲像国中的囡仔、高中、大学、研究所青年、壮年、年长的，上帝对咱的祝福是同款的。上帝嘛袂因为你是粗信的人，也是你厝内底骨力大的信徒就会无共。袂，因为上帝的疼已经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互咱每一个人啊。所以咱拢伫一个信仰的内面，咱讲咱是一个家庭，咱伫厝的内面。那呢，对这个时刻，咱咧看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迄个你要成做国的爸，这个代志，伫咱这个时刻就已经应允啦。那呢，咱的后一代，咱会子孙孙有缘来领受这个永远的应允。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你听阮，你看顾阮。虽然圣经的故事敢若离阮真远，总是上帝你的应允，你甲阮每一个人所立的约是袂改变的。愿主你看顾阮，阮知当阮伫即个世代内面，阮有缘伫你的恩典的疼痛。愿主你看顾阮，互阮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互阮活出你的旨意，互阮的性命，因为你互别人会当看见，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过来吟圣诗594首，594首，我心免骄疑，我心免骄疑，主时常近我，的确要出现，施恩保护我。我若迫切恳求，逐项伊要成。救主若伫船内，风涌我免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免骄傲，主时常近我，的确要出现，是阮保护我。我若迫切恳求，逐项伊要成，求主若伫船内，风涌我免惊。
济，请咱即时闭目心来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未报告的学生，咱先来看咱第2页的金句，请咱来念2遍。请，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可，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提摩太前书4章8节。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可，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提摩太前书4章8节。请咱来看第3页，咱来看后周的分担。领唱是苏坤龙长老，司礼是郭金敦执事，司琴是吴云婷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施欣武执事甲李念博执事，交台是施欣武甲执事甲周律健兄弟，音控是周明雄执事甲周宏邦兄弟。请咱来看下面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郭金敦执事，司会是柯冠成执事，题目是信心、喜乐、苦难。请咱有时间会当同齐来看卖线上吼，嘛有实体嘛是有啦吼。后礼拜主理是蔡明伟牧师，题目是生命中的锚。圣经甲圣诗，咱会使提前来看。请咱掀开第6页，咱来看教会消息。
第一点是成人主日学，今仔日下晡1点到2点有成人主日学，主题是单纯的亲善大使安德烈吼，老师是专家林老师。第二点是后礼拜5月28日是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寿山中会罗雅教会蔡明伟牧师要来到咱遮来请安甲募款，请大家会当关心台岛。第三点是洗礼前的信仰课程，嘛是共款伫后礼拜5月28日主日礼拜下晡1点到3点，若要有准备心要来洗礼，也是跟信礼，拢会当来参加。咱提醒爱向咱的干事来索取迄个表格，要来先填写，再来交互牧师。后礼拜有白话字班，共款1点到2点，请咱准备心吼。搁教界消息啦吼，中会同德部伫中一个训练会，这是进阶班吼，伫6月初10，请咱中一会当来报名。请问有新来的？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有一位叫做彭德成先生，请您起立一下，让大家认识一下。好，谢谢。好，很欢迎来。好，咱来唱尾边的诗397首，397首。金丝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安慰，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